主后2024年4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将家己完全奉献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弗所书第4章25节到第5章第5节。所以，恁着脱离虚假，着对厝边讲真实话，因为咱拢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恁若受气，毋通抵到犯罪，毋通到日落还伫受气，毋通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。捌做贼的，毋通高头体，着靠双手出力做工，得到正当的收入，有力通帮赞善请人。歹话拢毋通讲，颠倒着讲造就人的好话，互听到的人得到利益。毋通互上帝圣神忧伤，因为圣神是恁属上帝的印记，保证恁伫拯救的日得到透放。着去杀一切的恶毒、歹性地、受气、宣扬、诽谤以及一切的歹。着亲切仁慈三款待，互相赦免，拄甲上帝有通过基督赦免恁共款。既然恁是上帝所疼的囝儿，着学伊，言行举止着有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，为着咱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帝。既然恁是上帝的子民，一切淫乱污秽，也是贪欲的事，伫恁中间连讲都毋通。嘛毋通讲邪淫、粗俗，也是下流的话，反倒着感谢。着较实在，淫乱污秽、贪婪的人，贪婪是一种的拜偶像，基督甲上帝的国绝对无因的份。将家己完全奉献。对《使徒行传》的相关记载，通知影保罗伫以弗所宣教的时，遭受异教极大的挑战。根据《使徒行传》19章，以弗所的偶像崇拜甲邪术风气兴盛，因为信奉阿底米女神的人常常伫以弗所聚集，所以遐制造女神庙模型的生意真兴旺，真侪人靠着即个获取获利。因为宗教活动甲人民的生活利益密切结合，互当地人对女神崇拜有强烈的认同。这也是保罗伫当地传福音的困境，和当地信徒遭遇的现实挑战。因为安尼，保罗用圣殿的献祭做例，和异教做对比，箇中指出献祭的所有用品、礼仪和参与者，拢必须分别做成。要献予上帝的祭牲，必须是头上仔无残缺的。保罗借着安尼劝勉当当时的信徒，生活爱表现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，为着咱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帝。保罗用基督放杀家己做祭品出发，进一步指出爱拒绝惊遐个歹行为。对文字中，咱无法度明确知影当当时的信徒拄着甚物挑战，但是遐个行为可能拢和异教崇拜有关。当当时真侪初信者检查还保有过去的行为，因为安尼，保罗提醒爱学习基督，通好伫面对黑暗的时，会当察觉到迄是上主所无欢喜的。拄亲像光明甲黑暗是对立袂相容，献予上帝的祭也必须是纯洁、分别为圣的，无容允有一寡缺陷和污秽。灵性
的改变会带来生命的改变，这是通互人察觉和看见的。活伫革命中，毋单单是伦理，也是道德层面的议题。反正是基督的性命是毋是彰显伫咱的日常生活中。网络诚做即世界又爱又恨的工具，虽然网络带来真侪便利，却也造成真侪人网络成瘾，生活差不多互网络占据，搁危害人的心灵。根据媒体报道，真侪人深受抖音的影响，特别是少年人常常相争模仿抖音影片中特殊行为。2023年，桃园一间连锁量贩店发生一场火灾，造成财物巨大损失。原因竟然是3名少年人模仿抖音影片，甲砂糖剂喷向点倒的赖达，致使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真侪人袂禁地感叹：抖音一响，爸母白养。锅中的祭物是代表为献祭者诚做替属品。若是保罗伫遮所讲的祭物，是将家己全然献上，人的心就亲像一个空的杯仔，若缀满世界的欲望和念头，就缀袂落上帝的教导和恩典；若缀满怨恨，就缀袂落饶恕；若缀满批评，就缀袂落学乐；若缀满冷漠，就缀袂落疼。一旦安尼，但让偶像崇拜要取代上帝伫咱内心的地位，你是毋是有思考过，家己的生命缀满啥物呢？默想，伫我的心中，大部分互啥物代志占满？是工作和生活杂事，还是上帝的教导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赏赐疼囝耶稣诚侪阮的救赎，互阮伫黑暗的世界会当看见生命的亮光。求你互我安静伫你的面前，远离一切的恶事，行伫你的道路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心灵拢永行平安。